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下晡去拜会立法院调野党团和立法院长这个韩国瑜来见面，说互这民众党团拒绝。针对着这立法院昨有三读通过国会这款法案，杜英泰拜会国民党团的时阵就讲，有一寡条文是真歹做较到，收到立法院的公文了后，因会认真来研究，尽到宪政机关的责任。双方握手了后，随着开始关门会谈。立法院283三读通过国会一款法案。新任的行政院长杜英泰29下晡去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和立法院的调野党团。来，先跟着手上。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和杜英泰握手，佮甲做伙夹起来，互相敬一下，先礼后兵。但刷倒来讲话，双方是拢无得客气。鲍坤基是批评蔡政府的执政，杜英泰嘛讲，随着立法院来问了后，会审慎研究安怎善尽宪政机关的职责。过去的8年，在蔡英文前总统带领之下，民进党一党独大，85%以上的法案都是强行表决通过。当中条文有部分是对于未来在执行上是有窒碍难行之虞。只要行政院依照宪政的程序做任何的行为，我希望大院都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对大院的不礼貌。杜英泰强调讲，伊会用平常心来准备31个施政报告和总质询，让大院清楚看到新队各团队对国家未来的计划和远景。另外，民众党团迄边是因为立委的行程歹调整，即摆无互杜英泰来拜会，会另外搁约时间。不过，对监察院批评国会这款法案已经涉及违反权力的分立，那边嘛呛声讲后一步要来推动废除监察院。请民进党当年主张废除考监2院人出来讲话，在野的时候一个主张执政又是另外一个主张，人家骂你们双标党就是这样。国会这款法案三读修正，甲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立法院的调查权和听证权表示国会做，强化人事同意权入法。但是公民团体批评讲，国会这款法案唔但定数无正义，而且实质违宪。照宪法征收条文的规定，行政院对立法院决议的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若是认为讲歹施行，会当经过总统的许可，伫决议案送去行政院10天内，而且立法院来复议。来自于行政院提呼吁，我们当然尊重，但是我们党团绝对提出实践，这是毫无异议的。咱国宪政史上已经有13摆复议的先例，2002了后，伫后边政府的时期，行政院捌4摆针对法律案提出复议，结果是3摆失败，1摆成功。在马政府时期，行政院嘛有2摆提出复议，拢成功过关。蔡政府是8年拢无提出过复议案。记者综合报道。